喺敘利亞，強姦唔再只係犯罪，佢已經被多方武裝組織作為戰爭工具使用。戰爭唔止摧毀城市，更嚴重威脅女性嘅生活同安全。喺呢場戰爭入面，政府軍、反對派同極端組織都會用性暴力來恐嚇女性。女性喺被捕、拘押，甚至過檢查站都可能被侵犯。喺難民營嘅女仔獨自攞水、領取食物，時刻面對危險同剝削，佢哋嘅安全冇人保障。由於恐懼同社會壓力，好多家庭逼女仔早婚，希望保護佢哋唔受侵犯，但係結果反而變咗另一種性剝削。好多少女喺婚姻入面承受暴力同痛苦，女性即使受害，都經常因為社會污名而沉默，有啲甚至被家人傷害。然而喺北部，庫爾德女性唔怕任何人，拎起支槍保護自己同社群。佢哋用實際行動展示勇氣，俾人睇到希望。流亡嘅女性 NGO 默默記錄暴力事件，為未來正義保留證據。呢啲反差顯示，即使係最黑暗嘅環境，女性仍然努力抗爭。戰爭令敘利亞女性承受性暴力、流離、童婚同沉默4重枷鎖，但佢哋都努力留下一點歌。你覺得如果係你，最難承受邊一種？喺評論區同我講，追蹤我，下一期我哋繼續揭露世界各地女性嘅困境同抗爭。